唔一样，做新闻工作有10多年嘞。其实时下嘅我感觉戏剧、音乐、舞蹈，那系真奇妙嘅。我认识的许多剧场人，没想我用乡下来认识一人，乡下一了解剧场嘅世界有一项人呢。观众朋友，寒舍时节，假使突然看到无嘛记得的，刚如看生人呢，因为拿到嘛个东西，如是的分家来哦，所以有想象力，嘛个无生命力的东西，如是的变啊非常生发。加专业的学习，又很用来吞人工的做出来，韩国用来变变啊，会有生命力呢。今日的节目落带大家看下一看下先。的小男生来迎接我，我是凯伊，欢迎来到我们立泽国际游戏艺术村哦。参加营1989年参加兰陵剧坊演员训练过后，开始投入剧场。1999年转来台湾过后，一团有同样想法的朋友，向下创立的无土有偶工作室剧团。也作品由28接受邀请许多国际上演出，含做国际人工的戏交流的策展人，咪系人工的戏的教学讲师，以过上网去开展人工的戏喺当推剧场度方的发展空间。这边就是你们的基地，对吗？对，这边呢原本是谷仓。哦，对，看起来很像仓库。对对对，我们花了2年多的时间呢，把它改建起来。哦，那想必是大工程。对，然后我们现在呢，里面设备很完善。哦，对，我们有制偶工厂，还有我们的排练场，对，还有一个小型的展演空间。以剧团来说，其实这空间很大，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如果跟台北的剧团比的话，对我们这边是天堂。无土有偶工作室剧团，因为无嘛嘅东西做唔得，拿来做戏人工嘅，同感情、韩国灵魂表入戏人工嘅地方。请多人同戏人工嘅互动当中嘅平凡同感通。2013年，无土有偶嘅发展基地再到宜兰去，发展到韩国大规模嘅人工嘅戏教育平台，第7国际偶戏艺术村，也咪系无土有偶一只柜台嘅转换点。这边啊，就是我们的排练场，很大哎，所以就是最大的一间谷仓嘛。对，然后这边挑高很高，所以像上面呢，我们都有做一些悬吊，然后就可以试验一些效果，就连灯也有，对，灯也可以悬挂在上面这样。所以主要就是排练的场地。我们先从最小的开始好了，小妹妹我们这边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这个是直头。直头的意思就是，就是它的头后面呢会有一个操纵杆。对，操作的人就是直接拿着这个操纵杆操作，所以叫直头偶。所以它通常是不是会2个人以上？可能会2到3个人一起，然后甚至有1个人可以拿他的脚，这就可以让他走路。所以它是比较注重在这个头的部分，它会可以比较有细微的角度，是吗？对对对，你可以试试看。好，其实头还蛮重的是什么？好，给你几个题目哦。好，立正，好，蹲下，蹲好。这样蹲吗？起立，好，摸头，磕皮表情，好，摸脸，而且我觉得我一直在降低，因为太重了，它越来越矮了。我们都说，你不要沉到海里去啊！而且其实你自己不知道，就会觉得，它好像慢慢蹲下了，因为手累了就会一直沉下去，很难。对。好，这个是直头偶，这个是直头，而且它是目前是最小只的，它比较轻，很难想象重的这样子。所以你们抱它会像抱小孩这样子，对，我们就是会就像一般抱小孩这样抱住它。对，好，请他先回座。那我们再接下来是体验的，就是你要拿比较轻这个，所以它后面是没有那个，它不是直头偶，这个叫做杖头偶。对，因为它的身体的
就头有一根木杖一直连下来，连到里面，所以是从它的背后后方开口这边来操作。哦，对，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机关可以拉动它的头。哦，它的头的动的角度会更多。那你的手放在里面的时候，大拇指就要拉这个机，拉它就会抬头，然后你把它左右，它就会转头。而且它角度真的很多哎。对，它角度就更需要练镜子，对不对？我不太知道它现在到底角度在哪里。然后这边有圈圈，这边有圈圈是如果你的大拇指套进去，它如果拿道具的话，就是拿2个竹子打来打去，你就可以勾着它拿这个手上的圈圈。然后手里面，外脚就可以有点摆荡，用摆的。我的右脚不太能动，就是有点是，你可以晃动，它就会往前。哎，你走都好稳哦，我走就是，快点啊！登来啦，长那么大了还不会走路，哎呀，公啊。行啊很慢哦，我喺阿文谷，而喺運動嘛嘅名3顆，有都3顆，我喺阿文谷，我哋呀哈，我們要去，我哋一起陪的朋友，我們要去找朋友，耶，張來了，張來了。原來弄戲人工嘅方式同變化有按多種。接頭戲人工嘅係用手靠等人工嘅背後嘅機關嚟來弄，托頭戲人工嘅是係同人工嘅頭拿含個眼神都關嚟落去，再個靠等後背嘅關嚟來弄。一頭戲人工嘅除係做得睇手烘弄以外，竟然還做得設計做同弄戲人工嘅師傅連結嘅太人工嘅，安尼戲人工嘅有含個神通。正面看起來是這樣。可以試一下，幫他走路。哦，對，我幫阿公走路。有阿公，你是學八家將的嗎？覺得穿這樣子好像有很飄配的感覺。要耍流氓耍帥氣。頭也要哦，頭也要。其實他還可以撐着休息一下的。對，他可以，其實可以靠在肚子上。對，適合有小腹的人也。好有趣哦。阿公可以來一段那個蛇形雕手。那他右手就是我們通常會換手演，對，就是然後就是以一隻手為主真的。那如果比較特殊的動作，會有另外一個人協助對，就是2個人一起。演員都會躲在後面嗎？演員其實就是會看着他的偶，然後幫他配聲音。對，所以他有可能出現是沒關係，但是他就是一直看着偶。他被看見沒關係，可是他要很專注在自己的偶上。像我們一般剛開始練習的時候，就會大家好，我是阿公啊，什麼，就是會忘記是跳出角色偶在演。所以觀眾就變成一直去看超偶人，所以其實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就是要跟他融在一起。愛用嚟弄，能展現得出戲人工嘅優秀嘅動作，也真經愛練幾久。係講讀到複雜嘅動作，還會壓上人強下來弄，一定還會培養相互之間嘅默契，一點該重要。除係愛同戲人工嘅結合，還會製作到以身試腳嘅表現，做得講真冇簡單。一下如像大家強下來看眼，用嚟弄。行到哪去咧？人哋見起來也個谷場，佢想了解到底其他人工嘅，因為也下聽來，我個都是有嘅哦。人哋想去來食飯嘅哦，我聽下你冇？我唔定係更加係乜嘅樣嘅呢？好，聽下你，好難哦！你看我就一直，對，都在前面而已。一段時間去練。對呀，非常困難。而且不小心線就會打結。打結怎麼辦啊？演出的時候如果打結怎麼辦？其實因為我們偶通常是自己做自己表演，所以其實你是很了解。是很了解他。對，然後當然上場前我們會反覆的檢查，對，演出中也會非常小心。所以不太可能有這種狀況發生。對。然後這個還是比較簡單的嗎？那我們要試，我想看看難的是怎麼個狀況。來試這個線比較多的咯。好，這也有一些特殊的機關。哇塞，這有幾條線啊？你再來數數看。
数不完了。哇， 10几条。你算不出呢？算不出哎，看不出了，看到眼花了，好多哦。对，那其实平常我们在设计有的时候会设计成一个操纵杆，让操作的人很容易操作。哦，那像我中指扣住这一个好凹槽，就可以支撑它的重量，然后握住操纵杆一样，左右前后，对，它就可以左右前后。好，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用大拇指跟食指，好，可以有一个让它走路的机关。哦，这是操纵脚的。对，操纵脚，就是你往上抬的时候，它脚就往上抬。好，然后它的手上也有线，然后它的左手跟右手是连在一起。所以我只要拿着这边，我往下拉，右手也会动。那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关是拉这个环，所以喝酒是用这个环，对，就是你拉这个环的时候呢，线会把这个酒瓶牵引到它的嘴巴，它就可以做喝酒的感觉。弄稀人工艺嘅方式有几多种。其中弄雕线人工艺算係挺難嘅，除係手臂要有力，能看得樣雕線人工藝以外，還會曉得幾生發地去弄10多條絲線。不過阿家因咪講，認真雕線人工藝都係自家做嘅，故所對大條線呢係連到奶未清楚。一下我哋來談看啊，一定弄會囤雕線人工藝弄到按生發得到。其实一个好的偶戏工作者，他最好是操偶跟制偶都要了解。对，当然有人可能美术背景，他可能制偶比较强，可是他一定也要学习操偶，不然他做出来偶就是只是很好看，但是很不好动作。对，那可能有的，比如说演员背景，然后他可能比较能够去用偶去表演。即使说你知道那个偶是他操作，但是他会就在你面前好像消失了一样，因为你就是会注意他手上的偶，或者是说那个操偶师就融入在整个风景里面。但是他也要懂制偶，因为其实偶毕竟是做出来的，他有时候在表演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损坏。对，或者有状况，你就必须要能够自己修理。对，或者是说每一个偶的关节材质都有它的特性，就是你要非常的了解它，就是要避免它的缺点，因为偶不是万能的。弄人工藝嘅人，要用嚟起到稀人工藝背後，還對弄到生活化嘅也該重要。認真稀人工藝同弄人工藝嘅人係相互存在、相互華變嘅關係。弄嘅人弄到稀人工藝像有靈魂家下，雖然稀人工藝錄長一種表情天，不過唔多時特別去注意，每一場總係感受得到一定嘅喜怒哀樂。好，易容，那我们要挑战这个游行的超级大偶喽！这真的是梦寐以求的这个。这个是我们社区工作坊里面对社区的学员做的，学员做的，对，很厉害吧？超厉害的，对，很专业耶。对，然后这是一个花精灵吗？这其实说到这边是我们附近52甲湿地的代表的花，叫做穗花棋盘角。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花的造型，把它变成一个女神这样子，好漂亮哦！所以它是用背的，像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登山的背架，就是可以让操作的人把它扛起来。对。不过这个偶呢是还需要左手跟右手还有两个，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张那么开。对对对，所以我就要请左右手，左手跟右手是小助理吗？耶！那我们请2位小助理先帮忙扶着这2只棍子。好，我可以知道这有多重吗？会不会你飞上去就跌倒？而且啊，我们没有蕊过哦，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它有多重。好，然后你像背书包把它背起。好的。
哇，非常重哎，很重哦。哇，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腰带要扣起来，哦，腰带这样比较保险。好，好，然后两手再撑，稍微往上，你要撑着，好，撑住，好，哦，是要把它撑到上，对，你用力，哇，可以吗？很困难哎，左右手你们还好吗？完全快不够以前天奈。觉得有要跳伞的感觉，好，又挥右手，哎，加油！有看我手在挥，哦，有，我看到我的手了。好，挥左手，哇，很好，小助理加油，好。真经过从因为把起来迄件事情，不过我讲我从的迄蛋糕也给我没变呢，请下了，其实还过难呢。我没有想到我有机会来背这个，好，我们大家一起转一圈。哦，转一圈吗？来，很困难。好，我们第一圈哦，来，左右手你们还好吗？真经非常特别的体验啊！向前也没感觉讲，没像主持人那是得来体验没有？假是啊呀，像我来吃宽那是，你是得来医药的。我跟我们佳音老师预约，其实你有可能可以像我一样啊，那把宽那是宽那，你有没有这个兴趣跟天分哈？甚至可以像你们的后眼皮中周都按。理会给你讲诶，也是得来吃困啊，是那里。高从杜方乃旅游看到人为出奖为欢喜嘅东西，除係做得來現場體驗弄喜人工嘅以外，阿家人不天氣，咪會開設各種嘅工作坊，無論係同菜地沙器結合起來，同人工嘅戲推廣到各地去。無土有偶也被接受宜蘭縣政府嘅邀請。同中興文創園區配合，喺開幕期間開辦了1道最新嘅活動，由親自鄉下自家來做喜人工嘅，同木人工嘅打扮，最尾還有同太木人工嘅鄉下遊街嘅活動，為小朋友此世旅遊無窮樣嘅藝術體驗。他們來，他們看到這些工具。可以用這些廢物的一些器材，或者是這些紙類的東西，做一些創造性的一個很可愛的玩偶。我覺得他們做完這個之後，就是很開心。一開始就是有預期，當然就是會做這樣整尊的偶，所以是一開始就是期待的。我們現在結束的帶走不只是一隻就是偶這個物體而已，因為過程中就是他們同時還提供了肢體訓練啊，還有就是情緒啊、觀察之類的，所以帶走了之後，我們可以用有生命的方法去操控這隻偶。那我覺得這個收穫非常的棒。作為按道嘅推廣，阿家人喺睇下作品當中加為1道想象嘅空間，希望觀眾喺看戲嘅同時，未會有韓國詞嘅思考。我覺得無獨有一些我的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就是有比較深厚的一種人文關懷，對，然後有一些比較需要哲學思考的地方。对，它跟就是比较不是一般舞台剧，比较是以故事性的叙述为主，对，或者是说比较写实性的故事，通常会比较偏寓言式的故事，对，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留白没有说破的地方，就是让观众自己去填满。雪王子 ，The Snow Prince。無土有偶嘅工作室，正經呢2年過後，也下已經係5星級嘅劇場嘅。除係有頭前售價嘅排練場以外，一定還有加拉霍斯一定齊全嘅木工廠，同做喜人工嘅場所。像我們一般在做戲的時候，也都會先問說，在這個戲裡面，偶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比如說我們可能要呈現現實與夢境的對比，或是超現實，好，或者是說潛意識。
好，这样不同层次的世界。对，我们会找出偶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位置，然后运用，比如说有的时候人跟偶的一些同台去做一些隐喻，比如说，到底是我操控你还是你操控我？好，那或是说有时候，如果是说书人，我使用偶来做传达的话，有时候我会跳出来去评论我现在的情境，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表达的媒介。了解嘅人同非人工嘅之間嘅關係過後，也下來參觀藝人嘅製作過程，來看下愛用嚟做一個非人工嘅。这里就是我们的制偶工厂哦，对，然后偶的出生地就在这边。对，偶的出生地就在这边制作。那像我们这边有准备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材料，像泡棉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好，然后这边分门别类都写很清楚这样。然后像这一格都是纸张，然后各种纸，对，会分类把它摆好。其实我觉得人偶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从头开始。对，你讲到那个重点。而且我看到你刻的那个，你说20年前做，我就已经觉得，就是刚刚喝醉酒的那个，我觉得非常厉害耶。就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对，这边有很多是头部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偶的头好像是特别难的，对，就是因为大家一看就是看到那个头就要对它有一个角色，对那些轮廓，而且你看你这边就已经各种不同的样子，对。那像我们一般呢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用保丽龙雕刻，好像雕刻完脸以后，因为保丽龙容易损坏，我们都还要在上面再敷上牛皮纸，敷上去才能上色。然后像这个的话，它是油土，油土雕塑完敷上一层一层牛皮纸，好之后把那个里面油土挖出来，所以它是空心的。对，那我们有做一个机关，让它的嘴巴可以来动。所以它是根据不同的偶的属性，然后去选适合它的材质。我觉得一般人真的要做到像这样子不太可能哎。一般人对啊，没关系，我们有简单的，有简单的，有简单的。对，如果我想要做一个偶的话，像我们民众也可以来这边有设计一些 DIY， 就是可以用家里的东西，比如说噔噔这个这还蛮像我的程度的。对，所以如果大家你看那个珍珠奶茶喝完，这杯子就不要丢掉。加上这个旗杆棒或是气球棒，然后保丽龙球跟糖果袜，你就可以做一个跳小精灵。对，那还有更短的时间呢？还要更简单。好，那再简单一点。你知道我美术不是很好。那我们来做这个好了。这个赞，这个连纸袋都可以做成这样子。对，这个是用牛皮纸袋来制作的。对，所以可以把手套进去，然后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纸袋的开口呢，来做这个偶的嘴巴。那我们现在要来试做看看。好，这个就可以挑战了。对，越来越简单，有没有？好啊，那我们就来做纸袋。也下眼愛來開始做嘅人生當中嘅頭一個非人工嘅喲，用牛皮紙胎嘅同設置又剪又雕過後，就做出一隻自家嘅非人工嘅。喺做非人工嘅過程當中，我感覺到最難嘅其實係想象力同創造力嘅部分。我改發加鹽嘅想象力，以用簡單嘅材料，甚至係用人無愛嘅東西，都做會出無相同嘅奇味。假如來看啊，我哋最裡面做出嚟乜嘅呢？你叫什麼名字啊？我叫來個阿福。但我的造型還蠻有氣質，為什麼要叫阿福？你很可愛啊！你叫什麼名字？看到你就有福氣。我是招財虎斑貓。招財虎斑貓，你的手跟腳，我覺得看起來蠻好吃的。好吃，有雞腿的感覺，非常專業。你看，還有那個
连那个爪都很详细。然后我的脚呢就是这样子而已，只有一个圈圈，真的是美术很差的人。看啊，可是也可以20分钟做完一个，对，也是很有成就感。对，就也是一个偶啦哈，就只要自己很大胆的把它拿出去。对啊，其实做就开心就好，因为也没有标准答案，就你自己看了觉得开心，做的很这样喜欢就好了。应该是还是可以骗一下小朋友的。今年几难得都有安尼的机会，是在操作到非常多嘅人工嘅，嘅人工嘅做到有嘅长途呢，很几难想象嘅，从头到路有按第一多条线嘅，算路算唔清嘅哟。不过呢，让人工嘅我操作到非常好，当然系一规划丰富一点呢。不过我印象清楚呢，还系家人所讲嘅，人同人工嘅关系呢，唔系人去操作去控制呀嘅人工嘅。汤伊讲呢，感觉我係人工嘅本單路有靈符呢，我提很想啊，一路會帶你去到異鄉嘅啲地方。今日來到亞家嘅係來參南一張嘅劇團飛人13，香港呢路體育副區呢，不過也看以來路係出差期呢，我真見有劇團體驗下，看下嚟情況啊。团长在吗？嗨，佩玉，终于来到飞人集社了。欢迎来到贵宝地。小皮妞，1995年开始做戏人工嘅设计师，每会用无穷用嘅表演形式，从系阿楚到无声剧、现代戏剧、京剧团同国外戏团也都来合作。也作品用空间同物件，韩国戏人工嘅来做创作嘅素材，而一定会创作公演戏。2004年，已创立为飞人13剧团。你们这边好特别哦，就是感觉是蛮有历史的建筑。对，因为这边这一带其实是就是它是文化局的闲置空间计划，对，我们简称原厂。然后它其实先前大概屋龄有废弃了大概将近40年，所以状况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很够用，小小的。就所以还会继续在这边。我们预计明年要搬家。因为其实这个计划虽然还没执行完，可是因为我想应该文化局对这房子有一些想法，对，所以还要先收回去。哦，对啊，在你们搬家前，我们来参观一下你们的基地。欢迎。好，那请你带我们进去。好，谢谢。飞人同飞人係外音，如係人工嘅意思。飛人13未代表睇劇場各個位所上上下下自由飛行嘅藝術創作者其中嘅所在。2010年主辦頭一屆超前嘅小戲節，請各國精緻嘅人工嘅戲來演出，還推廣圈圈嘅來看嘅人工嘅戲劇小劇場。欢迎。哇，有特別的背景。是啊，好可愛哦。所以這邊是你們基地的1樓。对，这是劇團的1樓。那通常這1樓部分我們用來做的是排練比較多。对，然後還有一些道具器材上面存放。對，因為通常如果我們出去演出的話，如果器材在2樓會搬得很悲慘。對，所以要從1樓，尤其比較重的器材類要從1樓出去。所以你現在是後面是你在工作嗎？是，我的後面這個呢是，飛人我們常用一個形式叫做光影戲。對，那這光影戲的話，它不見得就像皮影戲那樣，整出戲都是光影。通常飛人用法會在戲裡面的不同位置，然後會使用這個來說故事。攞頭擺嘅投影機，大家看到怕會感覺到係過時嘅東西。不過經過阿片玉嘅考述同冥想，如從魔術使用嘅，創造出很多可能。大家嘅想象空間，咪都很豐富，很充滿各種想象。这是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可是视线上面是从大野狼的肚子里面看小红帽在外面。其实它跟皮影戏的逻辑有点像，对，所以你等一下你可以操作看看。好，
对，它有操作感，然后它是椅子的逻辑，对。对，那你可以试试看从那个外面走进来，对，走，还可以走进这个客厅，然后看到这一些，吓一跳啊，很好，好，那我们下来换特写画面哦。等一下要带小红帽停在原地，对，我们要让大野狼的牙齿出现一下，所以是大野狼的视线，是的，从大野狼肚子里面看出去好哦，那我们现在要把这整个移开，变成小红帽的特写。小红帽小小的飞到，对，飞到了之后，大的出来，对，大特写出来。是大特写就出现了。小红帽其实很惊慌，你可以拿眼睛，这里有眼睛，对，有眼睛，然后就惊慌的眨眼，对，然后心里想，小红帽 OS 是糟糕了，怎么办？这个尖嘴的怪兽难道要把我吃掉了吗？原来就是这样子，是可以这样子玩，它也可以半遮，像快睡着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哟，小红帽，打瞌睡，好有趣哦。所以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一放上这个投影机，感觉就很不一样。是。可以创造很多的画面，然后其实材料又很简单，对，所以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弹性很大，对，很有趣，而且留白又有留白不一样的，是，没有错。甚至因为这是平面的，如果说是皮影戏的话是立面，它可能就只是走影子。可能像这样子，像桌面的逻辑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放水盆，然后放弹珠下去滚。放金鱼在水里面游，对，所以出来的影子会非常非常特别。它的运用性又更强，对，其实很强，而且实验性很强。加油！向团员从迄本投入压力就等走，已经对任何事物无乜嘅观察力，韩国咩唔像细人嘅按天呢？看到阿皮妞竟去吃各种事物，还可能会做出乜嘅来？看到我咩重新来冥想自家对生活的看法。接下来也能看下嚟二樓，看下還有哪度突然下嘅波。欢迎来到2楼，哇，更有秘密基地的感觉。对啊，很多东西。但这边的话是我们办公室啦。那应该说办公室跟工作室一起。这边这是工作桌，就是我在制作偶的时候会以这边为主。对，然后但是有时候也要跟设计开会啊，就会在这边的会议桌。对，就是1公尺内就到了。然后后面这边是行政办公室，对，所以比较跟多一点行政相关的 file 夹档案都在那边，靠窗户那边。所以你做偶主要就是在这边，是，所以这上面的盒子都是偶们吗？对，偶们，有的是已经演出过的作品，那有的是还没有机会上场演出的一些实验的作品。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 QR code。对，因为不想一直在上面爬来爬去，一直拿，所以要有 QR code 去做，就是储存的，一看就知道，对，是什么样子的偶。哈帕贝耶工作室，
阿片肉提用到无农系斑色蔬菜，以囤喜人工的调皮来表。除系个唔会把味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其实系将工作室会入水。囤喜人工的对个国话，如果唔是手，亦会受到伤害。我会家家来认识一道喜人工的耶。对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本人吗？当然可以哦。那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请下来呢？都用就是鞋垫的逻辑。哦，就是对，吸把它吐下来。哦，好，我们先来拿厨房太多了，是这个。对，厨好，是的。我们等一下再来对，开我们再来箱。开箱，然后再来是，好，你接住它，太好。好，再一个，还有一个，小杰，OK，yes，好，接到了。来看它是呢，本人上都用呢。其实它前面都有 QR code 哦，很特别。我现在来扫看看。哎，有哎，真紧有呢，有胸片哦。这是很好的收纳方式。如果有很多女生家里太多鞋呀之类的，对，这个是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式。然后看到照片了，我现在要来见本人。好，我们来看佩玉的第一个。是对不对？对，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哒哒，哇，然后以及那个同样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地理学家哦。这个呢，其实《小王子》那个时候这个戏啊，其实是作为大人看的哦。对，所以它的造型等等并没有特别就是卡通化，但是那时候会选择用像这样子的软的布去做，是在想说，其实小王子他就像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小孩子一样，对，所以我选择一个比较柔软的材料去表现它，就是它会模拟人的关节，譬如脖子。手，然后脚，对，像这只偶，当时我很希望它做一个画面，所以你看我头发用的是羽毛，因为我想让它做的是飞行的动作。哦，对，因为那时候小王子，对，他头发就会飞，因为那时候小王子，我把它 focus 在说他去很多行星旅行，对，所以他会飞行，这是他表达重点。不想被困住。可以命令太阳下山吗？我很想看看落日哎。我会下命令的，不过要等到条件允许的时候。啊？那是什么时候啊？接下來嘅主角係非人攝沙其中一個演員，按到小劇。同小王子來比，小劇的主角設計到同人對韓國相像，唔但將延伸韓國人弄起來咪韓國神法。看起的小劇，接下來談講還有韓國貼片的作品，用下嚟看下先。然後第三個這一包。一次感覺很不一樣，很不一樣。對，這個形式，你發現了？洗碗用的嗎？這個是抹布，那這個你有看出來是什麼嗎？就是飯匙。然後這兩根其實是拌沙拉的。然後頭上其實有一些那個髮夾子，對，夾子，對，因為當時這個戲其實它的重點是它的標題戲名叫廚房，然後講的是說在廚房裡面發生的一個女主角，她自我懷疑了一下，說當她很年輕的時候結婚，那她是不是能夠幸福？所以她故事設定是她一個人在廚房切弄，就抹布就站起來跟她說話。哦，然後站起來是誰呢？看你能不能猜得出來她是誰？劇名有動物。劇名有動物，蛇嗎？是蛇嗎？所以它是白素貞嗎？
偶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领域，对，所以它事实上有很多的步骤是必须要照古法或传统，它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但我没有那个部分，但是我想我的强项是就是我有观察，然后我可以去找到不同的材料去做表达。那其实大部分都做中学，做中学跟去看，然后动手实践。要学是不是？其实，在台湾并不容易，很多都要自己摸，完全很困难。因为其实台湾并没有学校来教偶戏，然后台湾的传统，我想所有传统的学校都这样，都师徒，对不对？对，都师徒制。所以事实上，你没有入到谁的门下，你没有跟着师傅当那个跑龙套的3-5年，你是没有办法拿偶演东西的。对，所以台湾的环境会困难，的确会困难。对，但是好处是，所以也没有包袱。对，没有说你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反而是可以很开阔的去用你知道的东西去玩。对，这是我觉得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啊。虽然阿皮妞请做媒体剧场女工作，不过人工的戏煞是以自家戏名戏好，因此有因失败，总是因做因好，因好因做，能做出一个作品。没怕是认真安尼，伊能为每一道几道汉字，面想出自家的无限可能。等一下会看到的是我们飞人最近的作品呢，是由夏所编导的，然后舞台就是对。那现在正在做一些技术上的修整，因为等一下下午就会有一个试演场。那好，那现在就是舞台设计陈佳慧，我们都叫她师虎。师虎主要负责就是我们看到的美术跟整个舞台的设计跟建构。那灯光部分呢，其实是有另外一位灯光设计，那只是因为灯光呢砍在舞台里面，所以苦命的舞台设计就要去把它想办法固定住，这样子，要不然对。舞台的画面。对，然后它这中间还有很多跟技术上的配合，或是跟演员排练的调整，所以它就是这个制作过程是一边修整，就随着演出发展的时候修正调整。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小小的场景，其实它跟大的场景需要设计跟制作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对，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手工，如果像一般的那种比较大型的，他们就直接交给工厂师傅用机具去做。那我们这里就是真的每一个 painting 每一个切都是手工切的，所以其实成本是更高的。对，就是心意就在这里。对。同一般的大场景来比，其实小小的舞台，提供着小蔬菜同土鸡的制作方，韩国爱劳心百度，又爱有耐心。实际咯，我们脚向下来探索一只小艺术。伊哋也爱音乐都暗出养家，故事嘅小个位，明年都请警方从一辈讲话话嘅眼光提乡亲听听。手艺术跳舞用艺术来做主题，模仿人嘅演出，带领大家参与到韩国姊妹心灵世界。飞人一直在做一种对偶戏的诠释，就是用不同的语汇去诉说故事。然后我们用了很多手法，用光影，用任何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那也是想要在艺术上面或者是在内容上面更加深刻的去诉说一个故事。戏人工嘅有想就想唔到嘅可能，而做得讲出幾多年唔敢講出來嘅話語，利用無共樣嘅形式，讓觀眾喺欣賞嘅當中，未看出自家嘅感情，
屯弄戏人工的师傅，韩国戏人工的，在充满想象的戏屯式当中，向下完成戏人工的生命表演。形式可以有那么多，可是它一定是扣到你想要讲的事情。是。你会想要借由偶戏跟观众沟通什么？其实比较多的是，因为我觉得，人的这个生命历程，其实它有很多变化。那我从我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会感受到一些事情。当然每个人的感受是很独特的，它不会一样，但是有些东西其实是相同的。对，其实我想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些共通，然后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生命状态或者是情感的东西。然后再运用物的东西在剧场能够有一个共鸣，或者是找到共同的感受。你觉得你会一直做偶戏吗？可能会，但是因为偶戏的定义一直被改变，所以我有可能之后不是做这种偶戏，但是我可能会做别种偶戏。譬如说，我曾经在别的偶戏节里面看过，就是它只是让颜料做喷发的节目，也叫做偶戏。然后或者是只是把物件拿起来做一些呈现，或者是取其它的意义。只是用物件哦，也不是说要去雕刻它或粘它，就只是物件本身。对，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偶戏，所以它的范围越来越广了。然后甚至多媒体的进入，或是说跟视觉装置艺术家的合作，就说它越来越广阔，就你很难讲到底什么叫做偶戏。所以未来我会比较想朝那个方向去试试看。在人工的戏嘅世界度，无乜嘅事情係冇可能嘅。如果我哋愛用呢去創作、去改變，而有各種各樣嘅演出形式，亦都弄人工嘅戲嘅工作者，未如繼續睇嘅創作韓國度可能。看所哋今半日嘅小結過後，希望大家肯擺去看人工嘅戲架下，會同自家熟悉。安尼，咱會行業去人工嘅世界度空氣。